OK， 嗱，依家去到呢個最後一節啦嘛。OK，very good。咁啊，有冇邊啲係今朝到嚟到而家㗎？啊，都有啊。呢啲即係忠實 fans 呢啲。Anyway，OK， 嗱，咁今場咧我哋就即係用翻我哋有幾位嘉賓啦，Travis 啦、Brian 啦同 Miranda 啦。咁就我哋會通過呢個兩憑三語咧去交流嘅今次。OK， 咁就今個 topic 所謂講咩咧？我哋講係醫療數據與實體資產貨幣化 ，right？ 有冇朋友知道咩叫做 RWA 啊？新嘅 OK， 咁所以我哋要深入淺出啦，要。All right， 嗱，其實咧就今朝有冇人講咗好多啦，即係都好清楚。朝頭早嗰時介紹呢 Live4Well project 跟住幾位醫生都講緊點樣去提早去了解自己身體嘅數據，加埋先 Exporting 都要講緊係即係都係多早啲了解去個身體嘅變化，去管理好個身體。咁Live4Well我哋即係你個平台而家都係主要去啲朋友過嚟去參與你嗰個平台做啲 motion capture， 跟住你又去會有啲數據去俾佢自己去管理咁樣。咁我想問呢個問題咧，即係我聽講你哋話點樣將啲數據做出嚟之後咧，又要將佢做一個tokenize 咗佢喎，係咪啊？咁如果做呢個動作的話，究竟你係想解決啲咩問題，同埋你想帶出啲咩價值俾而家嚟緊個醫療嗰個系統裏邊啊？係，今朝早我哋大家都分享咗好多治未病啦。咁今日我都講咗，可能都有好幾次係嘛？點樣採集數據 capture data？ 咁其實大家可能都問我咩叫 data 先咁樣。咁我哋嘅 data 絕對唔係淨係話我今日跑咗幾多分鐘，跑得幾快，絕對唔係咁樣嘅。咁 recap 翻頭先，我哋都有提到咧，就係話我哋1秒鐘可以採集可能係10個角度。咁呢個角度嘅定義就當然係包括咗可能你身體嘅譬如左側、右側、上唔下。頭先 Kelvin 都 touch 到 something about the data of your body movement，right？咁所以我哋好重要，除咗係角度之外咧，我哋仲要睇一個持久性嘅喐動嘅位置。咁好多時候我諗呢度有好多跑者啦，好多做拉筋啦、做運動啦。其實我哋都 cover 咗我哋身體唔同嘅部分，包括 core 等等。咁但係可能大家都會想知道，呢一組 data 我哋收集咗之後點樣用係嘛？一陣間我哋分享下啲 data 點樣用。但係呢個最重要嘅過程裏邊呢，其實今日個主題 AI 絕對幫助好大。咁所以首先第一件事呢，我哋要先採集咗佢哋嘅第一就唔同嘅位置同部分嘅數據啦。第二個呢，就係我哋點樣將呢套數據呢用翻喺唔同嘅環境裏邊，包括咗可能喺藥物發展啦，或者係喺保險業嘅發展啦，或者喺醫療嘅發展當中。咁希望大家會明白呢，數據越多個精準程度，同埋最重要亦都係而家最難嘅地方啦，就係攞到好多專家嘅醫理，即係醫學理論裏邊。咁我哋要得到一個多方位嘅一個分析，先會作出咗一個綜合嘅匯報。咁呢個都係我哋明年嘅大工作嚟嘅，其實。咁即係先講啦，即係收入咗翻嚟啦。咁我哋即係要去做一個即係貨幣化啊嘛，係咪？咁就你覺得嗰個即係個價值係邊方面咧？不如我一個例子嚟好嘛？我哋而家揸住咗銀紙港幣100蚊，咁啊就等於美金可能係7蚊幾㗎嘛。咁而家我哋買樓，咁買親都係好似阿 Sam 哥你咁一個單位㗎啦，係咪先 ？OK。呢個街磚買嘅。你將來可以買一個街磚，因為我哋希望將真正揸喺手可以成為資產，即係譬如物業，大家一定知道係資產啦。咁第二，可能你揸住黃金，不過好多人買完黃金都唔知黃金個嚿係點嘅其實。咁將來我哋好希望將來我哋每一個提供數據呢，都可以將佢量化咗去。咁而呢個數據最重要係咩呢？係真實同埋真係人類嘅數據先。即係將個數據價值化咗去。冇錯。OK，咁如果Travis 啊，嗱，即係如果我哋真係做到呢個數據嘅價值化，咁而家我哋譬如我哋香港，我哋都有
唔同監管機構啦，即係有 MASFC 啦，咁即係依啲，譬如我將數據即係代幣化或者係將佢通過 RWA 的話，其實喺規範方面喺香港係幾多？即係香港或者海外啦，係咪 legit 咧？即係咪合規咧？第一，第二，如果合規嘅，咁呢個市場有幾大咧？咁我諗首先去睇呢個數據資產代幣化嘅時候，我哋要首先界定翻呢個咁嘅健康數據，究竟佢係屬於一個咩嘢嘅法律上面嘅性質啦？咁究竟佢係一個支付嘅工具啊，定還是佢係一個證券化代幣啊？定還是佢係一個創新型嘅工具呢？因為其實如果佢嘅性質唔一樣，咁相關嘅監管都會唔一樣嘅。咁例如，如果佢係真係一個證券化代幣 define 咗嘅，咁當然佢係要受住證監會嘅相關條例監管啦。咁除咗呢一樣嘢性質上面嘅嘢需要注意之外，咁仲有另外一方面就係關於嗰個個人私隱問題，因為始終處理呢啲咁嘅健康數據係屬於一啲個人化嘅數據。咁喺處理嘅時候，我哋都要按照翻即係喺香港嚟講，咁都要睇翻香港本地嘅個人私隱條例啊，以及就係國際通用嘅數據保護條例啊嘅標準去處理。如果當中係要做脫敏啊，或者去做傳輸嘅時候，亦都要去做加密處理啦。咁又或者，如果係涉及到一啲跨境嘅傳輸嘅時候，咁呢個其實而家都比較多人去講跨境嘅時候，我哋都要確保就係呢一個係符合兩地嘅法規上面嘅要求。係啦，咁之後另外咧，對於成個咁嘅市場嚟講啦，我哋都見到今年係 RWA 喺成個市場都比較火熱啦。咁暫時為止，其實全球成個代幣化市場已經個規模去到350億美元嘅，咁都展望去到2030年啦。其實佢成個業界嘅規模會去到16萬億嘅美元啦。咁喺當中對於健康嘅數據資產，其實喺成個經濟體系入邊，包括一啲可能相關嘅公司，例如保險業界嘅公司啊，或者係講緊醫療機構、研究機構，佢哋對於呢個咁嘅數據嘅要求都好龐大。咁去到今天為止，其實嗰個估值相關醫療數據嘅估值都去到40億美元嘅。咁呢度都會係一個好好嘅機會，我哋點樣去 leverage 成個健康數據去發掘呢個市場上面嘅潛力。咁喺香港呢，其實香港對於RWA 其實都相對成個全球嚟講都叫做比較支持，行得比較先。咁金管局沙盒底下其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去睇下會唔會有唔同領域係可以用到 RWA 呢一樣嘢。咁當中一啲數據資產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創新點，睇下點樣去幫業界嘅人去釋放對於成個數字資產嘅潛值。OK， 即係我哋當即係合規之下啦，咁我可以去經營呢個數據資產啦。咁如果真係即係經營嗰陣時啦，咁我哋當然要揾翻合規嘅平台啦。咁啊 Brian coming in 啦。咁如果如果呢啲數字資產通過一個即係譬如合規平台去做經營的話，其實我哋可以賣俾一啲係咩類型嘅客戶？譬如係咪一定賣俾啲 PR 嘅 institutions 啊，或者係零售啊？咁呢個資產嚟講，香港你覺得個 liquidity 又點？即係嗰個可流通性會係點咧？呢個想都請教下 Brian。好，剛才那個 Sam 講到兩文三語裡面，那個三語就是我了啊，所以我拿那個普通話講一下，對，也就不用我的粵語折磨大家了。對，然後那個主要是問到流動性的這塊的問題啊，我前面可能先講個題外話，就是確實剛才那個大家都講到 RWA 這個概念今年也比較火嘛。那其實我以前也是做傳統金融的，那我轉到做 Web3 這個行業，也是因為覺得 RWA 這個產品在我看來，就是其他的那些炒幣那些，我個人不是很喜歡。但是如果是說你是和真實的資產掛鈎、真實的數據掛鈎的東西，我覺得它有它存在的價值啊。所以當時呢，我就是從傳統金融辭職，然後去讀了個AI 和 FinTech 的一個碩士，然後再加入了 Web3 這個行業。我覺得 RWA 這個東西，它確實是有它自己存在的一個很好的一個價值在裡面。它可以體現，就是從功用上來講，它可以把整個傳統金融的整個交割清算的整個效率啊，包括一些像數據資產這類以前在傳統金融世界可能沒有辦法得到很好認可的一些資產啊，能夠把它真正的價值來做一個實現啊。然後講回到那個流動性的這塊上來講的話，我覺得首先就是
这个产品肯定是要在一个合法合规的平台上去进行分销的。那在香港这边呢，其实我们目前主要是2种类型客户嘛，就是一种是 professional investor， 就是我们所谓的专业投资人，然后一种呢是这个零售投资人。那目前对这2种的产品监管呢，在证监会的角度呢，它是区别对待的。如果是 to PI， 就是 to professional investor 这块的产品呢，证监会相对来说它会比较宽松一些因为这些投资人基本上都是比较有经验的那他一般来说这个产品本身的底层这些他看的也不会太细。但是如果是土零售的就是零售投资人都能买的，那香港证监会是非常好的起到了一个把关的一个作用所以他们会问得很细，这个产品底层是什么，它的整个盈利模式是什么样的然后那个这个你代币化之后它的价值在哪里，你针对的销售群体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的分布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就是产品本身首先是得到就如果是在合规交易所上架的这些产品，它是得到这些 RW 产品，它是得到了证监会的一个许可才可以对零售进行销售的。然后第二呢，就是除了证监会的这个认可之外呢，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呢就是做市商这个相信大家也知道，如果平时炒股的时候，就是你卖的股票不是说你的股票就直接到了你的对手方那边，你的所谓的对手方其实是中间有一个做市商他先把你的股票接过去，然后他再以一个价格卖给另外一边想要买的人。对，它是这么一个过程。那在我们代币的整个交易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就中间会有一个做市商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对这种产品比较了解的一个做市商接触的群体也会需要是比较广的这么一种做市商，适合我们这些健康醫療類數據的 RWA 產品去進行銷售。對，主要是這些。咁 Brian， 我想再佢問，即係你如果你呢個係變成一個產品的話，香港我哋係咪有冇即係要通過咩途徑先至可以喺個零售市場去擺賣呢個？對，就是零售市場所有的產品都是 SFCLP。對，然後這個就看產品的形式，就比如說產品，如果你是一個基金，那基金的管理人他作為一個 SFC 9號牌的持牌公司，他會需要去報備這個產品。然後比如說像我們 OSL， 我們是銷售這個產品的，我們也需要向 SFC 去報這個產品。當然我們兩邊對的是不同的部門但是 SFC 兩邊都需要批准之後，我們才能將這個產品對零售進行銷售。明白。嗱，其實講緊健康數據咧，即係大家一提喺呢啲咁即係相對比較敏感涉及呢個隱私嘅東西咧，咁如果譬如咧，LiveWell 我去做呢個數據搜集啦，即係我哋又叫啲用戶去回饋翻俾佢哋啲數據。咁究竟嗰個數據嗰個擁有權咧，究竟屬於邊個咧？屬於用戶定屬於平台咧？係點樣嘅咧？阿 Miranda 嚟答先啊嘛。喺我哋嚟講咧，我哋個平台，我唔可以話我擁有呢個數據 ，OK？ 所以有一樣嘢好重要咧，係我哋點樣係收集嘅過程，提供數據者，其實我哋係咪已經做好咗個 compliance， 佢哋得知呢件事嘅。咁我哋只係負責一個服務方，可以理解係一個。咁所以點解我將佢代幣化咧？我唔想將佢私有化，我想將呢件事大家係互聯互通兼夾公平透明去做呢件事。咁呢個係第一點啦。第二點，其實過去透過同好多唔同嘅專家都知道咧，其實唔止 compliance 重要，其實 security 仲重要，尤其係 cyber security 方面。所以 Day One 我哋起動呢個項目咧，我哋好清晰咧，我哋要用區塊鏈嘅技術去處理呢件事。咁所以我哋希望未來可以咧，將呢個代幣，將身體數據代幣化咧，可以廣傳，令到更多人明白咧，佢係點樣去付出呢一個不但止做運動，而呢個數據係點管理嘅。咁呢個對我哋公司嚟講咧，我哋態度係好明確咯。嗱，咁我想問下 Travis 啦，嗱，即係如果我有咗合規嘅數據可以買賣，跟住就講翻即係一個 move to earn 或者大家共享嘅一個價值啦。咁你覺得呢啲數據或者係對用戶或者平台一個嗰個價值分享咧，點為之一個會係市場接受亦都合理嘅一個做法啊？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家值得商榷嘅一個問題，因為其實對於一個數據，啱啱都問到究竟呢個數據生成嘅係屬於公司定係個用戶自己？咁當然啦，呢度就冇一個好標準嘅答案嘅。咁我哋都會市場上面都問你攞到呢啲數據，究竟你點樣去做一個分享分成先會係屬於係合理啊？咁普遍都會見到
如果係一啲咁嘅情況底下，都會係將成個數據嘅價值去分開幾個唔同 portions 啦。可能用戶自己會因為佢呢啲數據始終係佢自己生成嘅，咁所以佢會分享某一個百分比啦。咁另外就係當佢去收集呢啲數據嘅一啲服務機構，咁當然佢都會去收取一個百分比。咁呢個都係我哋市場上面都希望就係將成件事透明化。因為當成件事透明化嘅時候，你去到個 market 上面，咁如果人哋願意去接受呢個 percentage 嘅話，咁你咪係一個公平嘅交易，咁就係大眾接受嘅一個交易。即係呢個就係基於用戶佢嘅意願啦，係咪？我寫翻喺個智能合約度去 exercise 翻成件事。咁其實如果分成的話，分成有部分留翻俾啲公益，都幾有意義。呢個係我哋嘅計劃當中，尤其對新一代啦，尤其 mental health 方面添，尤其小朋友嘅發展。係 OK。咁 Brian， 我想問啦，嗱，即係我想問咩頭先？我想諗到嘅先係，慢慢諗。喂，嗰個 OK 喺譬如喺你哋嗰個平台或者即係你喺 Web3 嘅 project 裏邊咧，類似一啲即係比較係譬如個人數據啊，或者係一啲 IP 啊，你有冇啲案例或者一啲 case 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咧？即係成功嘅案例，知道係難㗎啦。但係有冇成功案例 ？OK， 這塊其實整個數據的處理上，我覺得作為合規平台，這塊還是相當謹慎的啊，因為我們也是同時是香港的上市公司啊，所以對客戶的這個客戶保護是比較重視的。那這塊其實對數據監管這一塊來講，香港主要是 PDPO， 然後如果是新加坡是 PDPA， 然後如果是在歐盟那邊，像那個 GDPR 相關的要求都會比較嚴格啊。那這個裡面涉及到的主要問題，我覺得就是第一，你採集這個數據的目的是什麼？就是你，然後第二就是你採集完這個數據，你是不是按照你的目的去用了？然後第三就是客戶自己他需要有 access right， 他隨時可以去查驗他的這些數據是不是正確的啊。然後如果是說，比如說我們做一些 AI 的 training， 或者是說我們做一些這種RWA 的相關的東西，然後用到了這種相關的這種數據啊，那我們肯定是要第一是如果是真的是客戶的數據，直接是 directly link to 那個 identity 的那個人啊，那這種情況下一定是要得到客戶同意的。那如果是說我們有一些這個數據可以做一些脫敏的處理，就是我們可以把一些數據打亂，比如說我一些統計學的統計，我只需要了解，比如說分佈在某一個區間的那個數據量有多少，那種情況下我不需要直接涉及到客戶的 identity。像這種研究，我覺得就是這種分析我們就是可以做的啊，這種一般不需要得到客戶的一個特別的一個同意啊。但是我覺得區塊鏈技術本身，它如果用於這個數據的這個保留以及交互是非常好的，因為它有一個不可篡改性嘛，對吧？這樣你的數據一旦上鏈之後，以後你其他人想要篡改這個東西，它其實是沒有辦法去更改的，所以就可以保證我們這個數據從原始採集上來，一直到後面的使用，它用的都是一個真實的數據。比如說我們健康的這個數據，對吧？他假如說自己比如去運動啊，對吧？然後他就可以看到他的這個數據逐漸的變好。啊，他自己不可能啊，就自己某天自己去改一下那個數據，就自我心理安慰一下，對，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point。明白嗱，咁我仲有一條問題想問大家啦，嗱，即係我哋一個好好嘅，即係我哋你喐下就可以有呢落嚟行2000步又有1蚊係嘛？係1蚊。6000步就3蚊雞啦，係咪喐下都有錢收嘅？一日啊。係咯，喐下有錢收嘅。咁但係 OK，咁其實喐下有錢收呢啲咁 too good to be true 嘅嘢咧，咁你點去防止人哋去 cheat 你咧？即係點去出貓咧？有冇啲即係有冇啲方法？因為嗱以前有其他啲 project 都係 X to earn 乜 to earn right？ 咁呢啲就道高魔一尺就魔高一丈啊嘛 right？ 咁我哋呢度有冇一啲方法可以去減低或者防止啲用戶咩咧？係啦，咁呢度可能我講少少啦，之後係啦，咁當然你而家講緊 RWA 嘅話，其實最緊要嘅一個 concept 就係究竟你底層嘅數據點樣實時通過 IoT 去上傳翻去 blockchain 嗰度，因為其實呢個係最緊要一樣嘢，去令到啲 user 可以實時監控到自己嗰啲咁嘅數據。
咁另外啦，咁借用 blockchain 呢個咁嘅技術，其實當中所有嘢都可以確保你係好難去做一個更改嘅。咁當佢做一啲 changes 嘅時候，其實基本上你喺 blockchain 上面改任何嘢，或者 even 有人攞嚟用人哋去幫你改，其實都會有個 record 留咗喺度，等你哋可以 trace 翻，喂，究竟呢啲數據係咪有人係喐動過啊？究竟係咪可信啊？呢個都係即係點解我哋要 leverage 翻而家 blockchain 呢個 technologies 去做 RWA 呢件事啊？有冇補充？我覺得講得好啱嘅。尤其一開動呢件事嘅過程當中咧，個 cyber security 裏邊嘅處理啊，同埋個底層技術裏邊嘅監管啊，咁所以點解我哋要用 blockchain 嘅呢個其中嘅原因啦？唔係話我哋自己可以改就改啦。同埋我覺得喺日後嘅數據當中嘅應用咧，有一點咧，都係我最近都好明白，就係如果日後我哋真要喺醫療度用嘅話咧，喺保險界咧係有另一套法則嘅。咁喺醫療上邊咧，醫生俾我嘅 advice 咧就係你一定要好針對性某種病嘅案例裏邊咧，係專注地喺某種數據嘅採集。咁呢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唔係話乜嘢數據都要，所以其實數據嘅管理係一個難度好高嘅地方，亦都成本相對真係好高。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未來喺可能投資上面咧，都要係諗清楚呢一方面個整體由安全程度啦，喺點樣可以成為一個Tokenization 對我嚟講最緊要就係持份者佢擁有啲咩嘢嘅。咁喺法律規矩啦、privacy 方面、privacy law 方面啦，咁呢個都係我哋未來要好關注。尤其好多嘢可能係新與舊之間更重要。咁咧點樣能夠保障個用家，又保障埋個品牌？咁呢個係一個或者將來甚至乎二次創作。咁點樣能夠同第三方合作，都係大家安全地做咧？呢個都係我哋未來要學習嘅地方咯。咁其實大家即係講咁多、做咁多咧，都係希望大家好好照顧自己身體健康嘅啫。即係邊個唔知道自己身體健康緊要啊？車每年都驗一次啦，係嘛？即係反而你隻身體就唔驗。即係我哋即係成日今日聽咁多咧，啲醫生講得啱嘅。即係我哋要病向淺中醫，如果唔係咧，就要別唔係就係病向淺中醫啦，要。係好貴嘅。係啦，anyway，咁就係呢個 close 我哋今日嘅 panel 先好唔好啊？